西班牙10月底才因为做大水造成200多个人死亡，目前又搁面临着落大雨甲低温的威胁。南部太阳海岸是撤离数千人，包括着马拉加，也搁有加泰隆尼亚等等，拢是发布上悬的红色警戒。另外，在区的瓦伦西亚东部嘛进入上悬的警戒状态。当地媒体搁报道讲，当地自治区的主席10月底发生大水灾时阵，因为甲女记者接饭去牵着时间，然后发布警报。才会引起这么严重的悲剧，所以是受到众人的不满。南部城市马拉加的瓜达洛塞河水位涨起来，水势真强。好好天气，火车停驶，西班牙才雨大水升长，在区百姓会当广播时间中见加远。即马阁有新的北风雨侵袭，后花附近3000居民已经被撤离。马拉加真侪旅游胜地马贝亚、瓦尔兹、甲埃斯特坡纳，伫极端天气的影响，真可能首先受影响。另外有部分地区可能面临暴雨甲低温。 Ha ido muy bien, desde anoche estábamos más que avisados, después esta mañana como a las 10 y pico, 11, ya han pasado por las calles la policía avisando, todo el mundo. 南部太阳海岸地区已经是大雨成灾，国家气象局针对马拉加加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地区发布上悬等级的红色警戒，强降雨继续到15根据预报。加泰隆尼亚在2点钟内雨量可能有180毫米，东北部城市塔拉戈纳附近沿海地区是可能有大雷雨。abierto todas las alcantarillas para que se pueda llevar todo el agua posible. Hay máquinas ahora mismo, también me han dicho los vecinos que están haciendo una barricada. 西班牙中部甲南部沿海地区过去这2礼拜，因为大水承受真大的痛苦。瓦伦西亚甲其他的部分地区200多人死亡，数千人的厝荒废了了。官员方认为爱负上大责任。根据瓦伦西亚地方媒体报道，顶一波大水来袭的时，自治区主席马雄甲一名女记者才长斗长用3点钟，简不简信发送延误，居民真会多爱落台。公司新闻为林编译。